来看国内，即马80岁以上的时段呢，免巴士量表就会当申请外籍看护。原本这劳动部是按算讲有可能会增加10万个健康的时段来申请，也毋过这政策实施2礼拜以来，实际上来申请的案件是无到1500件。也若劳动部是回应讲，这政策才拄实施尔，就要看长期的数字才会较正确。 80岁以上的时段，免巴士牛表地当车着外籍看护。这个政策伫咧今年8月开始实施。劳动部原本预估会有10万户健康的时段提出申请，恐惊会造成轻症和重症的时段车无看护的情形。不过实际上实施2礼拜，却敢若无到1500人来申请，引起在野立委不满，批评政府也未实施就开始甲民众吓惊。劳动部。 你们放大了那个冲击，你说有10万人一下子会涌进10万人，影响非常巨大。那我就问你，到目前为止，你刚刚报告说到目前为止8月17号登记申请的1400人。 立法院卫权委员会拜三邀请劳动部来做专案报告。劳动部长洪胜汉表示，到8月17为止，2礼拜计共有1439件申请，而且第2礼拜的件数是头1礼拜2倍，数量确实是加倍的成长。 我们现在在数据上面的确看到，第2个星期是第1个星期的2倍，这个成长的是多少的2倍？是第1个星期的2倍。对，数字是多少？对，所以它的成长的趋势是看得到。 有民进党立委观察指出，真侪看护会更较健康、较轻松的时段来照顾，确实会造成重症时段请无人，要求劳动部爱提出对策。这些申请人多数都是比较好照顾的长辈，那将把真正需求的重症者会排挤到后边，所以本席非常担心，未来将是移工更难请薪资飙高，有钱也找不到人。过去一般其实在求财阶段，你可能要求财要7天，好那接下来在这个如果是重症拿到重症的资格的话，他在求财可能1天，我们都尽量的去缩短这个他们可能相对应的程序。 针对朝野立委的意见，劳动部长洪胜汉强调，劳动部未来会继续观察，也会随时检讨需求配套，确保台湾的长辈拢会当得到完善的照顾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